来，多吃點菜。娘，您多吃一點才是。我現在可是要準備進階陸地神仙境，我可以屁股長生，不是這些人間煙火。這凡人的食物吃不吃都無所謂的。如果平安不是瘋瘋癲癲，該有多好！都怪那些該死的刺客，他背後的主謀，把我們平安害成了這個樣子。启禀陛下，6大异姓王之一的安顺王已經畏罪自殺，如今6大諸侯還剩下通幽王和武南王。陛下，通幽王忠心耿耿，不足為慮，倒是武南王勞苦功高，威望太盛，威脅甚大。以你之見，有何良策？陛下，不如來個驱虎吞狼。通幽王和武南王是多年的仇敵，7日後便是武南王那個傻兒子的加冠禮，到時候讓通幽王借機向武南王發難。时日不多了，朕死之前，所有威脅到太子登基的人都要消失。少爷，这个笨蛋！少爷，少爷，慢點，少爺，少爺，跑慢點，少爺。爹，您找我。安顺王畏罪自殺的事，你聽說了嗎？我聽說安順王不是畏罪自殺，而是被活活逼死。會不會下一個就輪到我們？這皇帝，我們陸家為大錢立下那麼多軍功，他不仁就別怪我們不義，大不了殺身在現場。閉嘴！休有胡言亂語！我陸家世代從軍，怎能行如此大逆不道的造反之事？是。林叔，為父已經決定將武南王的位置傳給你。爹，萬萬不可呀！這世上從未有過女子封侯。那你就是第一個。可是……行了，我意已決。林叔，你文武雙全，巾幗不讓須眉。我陸離天膝下3個兒女，就屬你最有出息。這陸家的大旗，未來就由你扛了。是。大胖熊，吃我一劍！哎呦！三弟，这孩子，好剑法，好劍法！我的剑法，上个斩神仙，下个誅昏君，举世無雙。哎呦，別鬧了！我找我小毛驢去了。哎，慢點，慢點，慢點兒！哎呦，慢點兒，慢點兒！這孩子，明天就是他的加冠禮了，可他現在卻連自己更衣都不會。爹，我一定會保護好弟弟，讓他不受到任何傷害。還有我，誰要敢動我三弟一根汗毛，那就是我陸富安的仇人。好。加冠禮馬上就要開始了，平安怎麼還沒來啊？老爺，我這就去叫他過來。哎呀，這三弟也是，這麼重要的日子也能忘了。他還只是個孩子嘛。九公主到。
聞今日是武南三世子的加冠禮，本宮特地前來祝賀。九公主贺礼夜明珠10顆，上等絲綢1000斤，黄金10000两。黄金10000两！天哪，九公主出手就这么阔绰？那可是，九公主不仅是皇室的掌上明珠，更是我大前第一副赏，富可敌国呀！大姐，这九公主也太有钱了吧？论武，九公主或許不如，但論經商能力，九公主可是當之無愧的大前第一人。九公主不遠萬里從京城而來，還送上如此厚禮，快請坐，快請坐。一些薄禮不足掛齒。通幽王到。什么？通幽王？武南王，夜来无恙啊！通幽王与武南王不是多年的死敌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来者不善。快来，只差一点便是陆地神仙，纵橫天下，世间无敌，是时候跟皇帝摊牌了。少爷，您会自己洗漱了？少爷，您会自己更衣了？这难道不是常识吗？少爷，你恢复正常了。通幽王，你来干什么？本王自然是来祝寿。来人，把贺礼呈上来。通幽王贺礼：泥人玩偶10斤，布娃娃5斤，糖果20斤。这怎么都是小孩子的东西？真是把三世子当成个傻子白痴了。通幽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听闻，武南三世子红心未泯，自然要投其所好，送上相应的贺礼。有什麼問題嗎？你，哼，這些賀禮可都是我義父精心挑選的，這些玩偶。相信那個傻子一定會愛不釋手的吧？通幽王，你不要太過分！通幽王，賀禮既送到，本次慶生，本王不歡迎外人，請你離開。武南王，本王可是誠心前來祝賀，想不到你武南王府竟連一口熱茶都沒有。咱們王爺用心良苦，奈何人家不領情啊！你們這群混賬！哼！哎，對了，那個傻子呢？今天可是他的加冠禮呀，怎麼不見他人呢？啊！哎，武南王，你那個傻兒子又去哪玩泥巴去了？哎呀，自己的加冠禮都能忘記。還真是蠢吶！啊！要是本王有這樣的兒子，早就把他給掐死了。你，我看啊，他就是不敢出來見人，
畢竟他就是一個白痴。你給我閉嘴！爹，我現在去把3弟找回來。是誰在找我？嗯。奇怪，武南三世子不是个傻子吗？怎么和傳聞的不一樣？老爺，少爺已經……夫君，平安堂。先看看。這就是那個傻子，此等氣質，難道傳聞有假？三弟，你先回內堂等候，一會兒我們就過去為你慶生。對呀，聽你大姐的話，趕緊去內堂休息。我們這些大人呢，還有正事要商量，你不要着急，一會兒就給你慶生啊！副統領說的對呀，大人的事兒小孩子少管。三世子如果無聊的話，可以在玩具裡面拿出來一些，拿去玩，都是你愛玩的。閉嘴！通幽王，這是武南王府，不是你能造次的地方。武南王，本王聽聞武南嫡千金武功高強，小小年紀便能統領琥珀軍，今日一見，果然是名不虛傳吶！啊！你要挑戰我？聽聞雲舒小姐的槍法剛猛霸道，冠絕武南。同輩之中更是無敵手，我想試上一試。如果你輸了，那就要交出琥珀軍的兵符。什麼？居然要賭兵權？要是武南王府輸了，失去了琥珀軍，相當於自斷一臂啊！原來是為了我的兵符而來。好，如果你輸了，就跪下，向我三弟道歉。好，陆離天，你就準備好把琥珀軍的兵符交出來吧！啊！勝負未分，鹿死誰手還不一定呢。少爺，你覺得大小姐會贏嗎？難。二姐，云舒，哎呀，这，这就是所謂的武南王的嫡千金嗎？也不過如此。別硬皮，公子下盤。哼，一個傻子，你懂武功嗎？也敢在這裡指指點點？好啊！好，好樣的！云舒可不是好欺負的。
平安竟能一眼看出张阳明的破绽，真的有效？怎么可能？这废物竟然能看出我的破绽！哼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那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！哼！这两只顾问都重达5000斤，我儿吃饭睡觉都带着它，以此磨练自身。实话告訴你們吧，我兒早已達到1品宗師。什麼？1品宗師？那可是以一敵萬的存在。這張陽明竟然有如此實力！姐，你要小心了！金蛇槍法第一式，毒牙。云舒，大姐，大小姐，云舒，哎呀，你，取巧手段，果然还是弥补不了境界上的差距。竟然又被他说对了，这武南三世子不简单呀！陆离天，你們輸了！沒有輸。哎呀！姐，云舒，云舒，你文武双全，巾幗不讓須眉。我陸離天膝下3個兒女，就屬你最有出息。這陸家的大旗，未來就由你扛了。爹，我一定會保護好弟弟，讓他不受到任何傷害。武南王府敵千金，就這點實力，笑掉老子的大牙了，簡直不堪一擊！我還不能輸，是嗎？沒事吧？好孩子，上哪兒了？啊！哎呦！臨危不亂，游刃有餘，好一個武南三世子！一個一介女流，一個有勇無謀的莽夫，一個瘋瘋癲癲的傻子。你們這武南王府是沒人了嗎？父王，你不為黎民百姓着想，反倒為了給太子鋪路，不擇手段鏟除異己，連武南王這等肱骨之臣都不放過嗎？傻子，你趕緊上來，我好讓你們一家人輸得整整齊齊的啊！正合我意。三弟，不要！三世子殿下，冷靜啊！傻子，就憑你，簡直大言不慚！就憑我！
出現在那裡。原來如此。哼，裝神弄鬼，楊二，不要手下留情。傻子，你拿一个桃花枝，难道是上来过家家的吗？对付你个一品宗师，桃树枝绰绰有余。你知道一品宗师意味着什么吗？廢物就是廢物，就算你修煉這麼多年又如何？在這大千皇朝，武道天才都只配替我提血，你也不例外。哎，李天，你那個傻兒子，他又在風言風語了。哎，這，他腦袋有問題。你們只知我武功瘋癲癲，是我隱忍了18年，苦練了18年，今天我為武道絕學。什麼？果然如此，和我想的一樣。三世子殿下，原來說的都是真的。一劍開天門。好，杨二！一招滅殺一品宗師，他竟有此事。這怎麼可能？少爺，歸我！這還是我三弟嗎？誰說我武南王府後繼無人？這就是我兒！你竟敢殺我兒！殺就殺了，你又能把我怎麼樣？你全部給我上！通幽王，你傷我家人，今天你走不了。你什麼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聖旨到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現武南王陸離天3日之內進宮與朕議事，如有阻礙者，斬立決。聽旨。臣接旨。武南王，你可要盡快的啟程啊！若是晚了，陛下可是要問罪的。我們收拾不了你們，自有人來收拾你們！你若是再敢廢話一句，現在就送去見你兒子！爹，不要去！爹，這明顯就是鴻門宴吶！不去那就是抗旨！到時候給你們安一個謀逆的罪名，不知你們武南王府能否消受得起呀？我期待你們的選擇。一品宗師之上，又有金剛、天玄、萬象、陸地神仙4境，他一招滅殺一品宗師，至少也是金剛境。18歲的金剛境，當世武神也不過如此。這一趟來對了。武南王，本宮給你一個忠告，千萬不要去。父皇的心思早已不在治國安邦上，就不勞九公主費心了，本王自有定奪。有任何需要，隨時來找本宮。先行告辭。爹，千萬不要去，誰知道那老皇帝想要對你做什麼？是啊，爹。這狗皇帝的意圖你還看不出來嗎？他就是要對付你，爹，咱們起兵謀反吧！住口！雖然你爹手握30萬鎮南兵，有這個能耐，可咱們陸家歷代
哪個不是精忠報國？哪個不是忠肝義膽？這是讓我在列祖列宗面前蒙羞嗎？爹，二弟也是為了我們。以後休要再提造反。三弟，沒想到你藏得這麼深。三弟，你還真把我們都給騙了。如果不是裝瘋賣傻，哪裡能逃過那老皇帝的毒手？我就知道，我武南王府注定會出一個麒麟子。爹，老皇帝命不久矣，他為了給太子鋪路，一定會對我們陸家趕盡殺絕。這次事情竟然脫不了干系，就知道是這個皇帝。爹，千萬不要去。是啊，爹，咱把這圣旨當狗屁放了不就完了嗎？平安，爹想問問你的意見。爹想問問你的意見。回去。好，从明日起，爹就装病，看皇帝能奈我何。少爺，九公主想见你。竟然還不走，叫她進來。是。這九公主到底有何圖謀？打擾三世子養性。这世人都說三世子瘋癲痴傻，現在看來，三世子不但把天下人都騙了，連父皇都被你蒙在鼓裡。九公主不遠萬里從京城趕來，對我爹如此示好，不單是為我慶生嗎？你想招攬我？三世子不但武力高絕，此等聰慧，便是滿朝文武也顯能比擬。為什麼？既然都已被三世子看破，那本宮便不再隱瞞。本宮創辦大前第一商會，坐擁數之不盡的財富，可是有一樣東西，是我不管花多少錢財都買不到的。你是想說軍隊？與聰明人對話就是誠實。不錯，尤其像你父親麾下如關寧鐵騎、玄甲精騎、五份瑞士，更是本宮豪掷多少錢都買不到的。你要想自保，大可雇傭我的高手；想得到軍隊的支持，你是想夺嫡？聰明。可我們為什麼要幫助你？如今這朝廷的局勢，本宮再起武南王功高震主，與父皇早已水火不容。可是以你爹的性子，他絕不可能造反。倘若是扶持一位新人，一位對你們陸家沒有扎心的人，看不出來啊，你的野心還不小。從古今來都是男子成帝，他們當得，為何本宮當不得？父皇，他為了太子，已經久在長征，西北洪災，北境旱災，死了多少黎民百姓，可他從來都是不管不問。我若登基，定不會為了一己私欲，偏讓天下黎民受苦。三世子，好好想想吧，不用想。大前第一位女皇帝，有點意思。马车都備好了嗎？王爺，您真的要去嗎？我陸家世代為將，滿門忠烈，問心無愧。皇帝要見我，難道我要當那藏頭露尾之輩嗎？可是王爺，若您一去不回呢？如果我死去，就將這封信交給平安。哎呦，千萬不要讓平安他們知道我已經離開了武南王府。是。
王爺，你可千萬要平安回來呀！世子殿下，刘管家，我爹呢？王爺正在装病，不便见客。可是我为什么感觉到他的气息？刘管家，爹他到底在哪儿？王爺，他已经離開武南王府，进京面聖去了。什麼？為什麼不告訴我？這是王爺的吩咐，讓我一定保密，我也不敢隱瞞您吶。這是王爺給您的書信。平安啊，爹就知道你會大有作為，不會讓爹失望。現在，爹有一件事要去解決，成了，陸家便可安穩無憂；若不成，你就是下一任武南王，掌管30萬鎮南軍，鎮守武南邊關，聽調不天宣。我爹什麼時候走的？王爺2日前就已經離開了。三弟，爹呢？三弟，發生什麼事？爹進京了。什麼？娘！爹糊塗啊！他居然真的進京了，那我們現在怎麼辦？現在只有我能去追他。三弟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以你们的速度，根本來不及趕到京城。那可是……三弟說的對，我們的境界太低了。三弟，要不要給你備馬？把他慢來，進來！御劍飛翔，三弟，他到底是什麼境界？皇帝，你出了什麼事？要讓楊家很難陪葬！继儿，你來用雙手接過這藤條。可是父皇，藤條上都是刺啊！那父皇就幫你把這些刺擼掉。爹！現在，你再來借一劍。只要朕幫你把這些刺擼掉，你就可以順利的接住這藤條，安穩的繼位了。爹，你將武南王召進宮，難道要……朕馬上就可以安心了，而你將穩坐大清江山，高枕無憂。謝謝爹。朕其他的皇子，私底下只有你管朕叫爹，因為朕就看好你一人。孩兒定不負爹的厚望。下去吧。陛下，武南王進宮期間，讓你的人看好了，若是武南王府有一絲異動，便派兵鎮壓，以謀逆罪處置。是。父皇，你對太子的偏愛，若能分幾分給黎民百姓，北京也不會鬧旱災，赤地千里，賀服遍野。你們就在此等候。是。
你们去下面。武南王马上就来。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武南王，你竟然真的来了！起身吧。武南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剑上朝，眼里还有没有陛下？入朝不屈，暂拜不如。剑履上朝，君王特许。本王倒失望，你虽然也是异姓王，可并没有这个权利。武南王，朕能给你这个权利，也能收回。武南王，朕能给你这个权利，也能收回。是吗？武南王，你手握30万镇战军，倒是威风得很呢。还有你的3儿子，装疯卖傻，给朕都蒙骗过去了。陛下，臣还有臣的子女都只会效忠于陛下，绝无异心。朕的江山70%都是你为朕打下的，你陆家立下不世之功，又对朕如此忠心，真是应得呀！我陆离天对天发誓，我陆家只会效忠于大前皇室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哦，陛下交代的任何事，臣定当竭力去办。倘若朕要你交出兵权呢？没了兵权，爱我怎么死？哼！陛下无非就是担心我会威胁到太子，我只需要表明陆家是站在太子这边的。陛下，臣定当竭力辅佐太子殿下登基，陆家所有的力量都将为太子殿下所用。大胆陆离天，朕还没死呢，你便在这里结党营私，拿下！为什么？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为何这樣對我？陸離天，就算你沒有造反的心，可是你有造反的能力。結黨營私，意圖謀反，這就是你的罪。押下去！陛下！陛下！放開我！為什麼這樣對我？沒想到我對殿下忠心耿耿，卻換來如此下場。難道我真不該來嗎？武南王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哎，在牢裡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眾位兄，你們來幹什麼？當然是來看你笑話的。武南王，你還真是天真呢！你以為向陛下表忠心，陛下就能放過你們陸家嗎？難道陛下連我的家人也要？當然，不把你們陸家給滅了，陛下怎能安心？還有太子殿下怎能安穩就位？只有死人才不會作怪。武南王，你們陸家世代忠烈，本太子只是敬仰。可你應該明白，功高震主，素來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。哎，沒錯，你的死呀，只是個開始。接下來，你兩個兒子、女兒、妻子都會下去陪你的。本王一子的死，就讓你們武南王府慢慢陪葬。聽說你的妻女姿容出眾，沉魚落雁，放心，到時候本太子不會生病，會替你好好的照顧。畜生！你們！
就是我的家人出了什麼事，本王就是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。你放心，等你死後，本王會請得道高僧來超度你，讓你連做鬼的機會都不會有。武南王，時間差不多了，上路吧。不时已到，加入行程。再快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南王陆離天結黨營私，意欲謀反，按律當斬。陛下，現在整個皇宮都已戒備，我已命10萬禁軍守住每一個路口，此地戒備森嚴，再加上有我鎮守在此，沒人敢干擾行刑。父皇放心，楊公公可是萬象境的大高手，今日將武南王斬首示众，他必死無疑。神仙來了，救不了他。哼！陛下，武南王一死，武南王府便不足為慮，到時候剩下的人就交由臣來處理。准了。都準備好了嗎？都準備好了，只等公主下令，死士們就會出現，以刺殺陛下為掩護，拼死營救武南王。好，接下來聽我的。這會不會太過冒險？一旦失敗，便是誅九族的大罪。想要成就非凡霸業，便要採取非凡手段。好不容易有這麼一次機會，本宮又豈能錯過？只要成了，救出武南王，便可獲取陸平安的好感。有了武南王府的支持，大業定能成功。好，成敗在此一舉。為了大錢，我張天和願與九公主共進退。10萬禁軍守衛，又有楊公公這個大高手在，有一天，我看這下誰能救得了你？罪臣陸離天，你結黨營私，意欲謀反，你可知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陛下想殺了我，連個好的理由都找不出來嗎？死到臨頭還嘴硬，你擁兵自重，聚焦兵權，這不是謀反是什麼？將死之人呢，就老實伏法，閉上你的嘴，別在這裡破壞父皇的心情。陛下，我陸家世代滿門忠良，大清皇室有今天的江山，是我陸家一代代人用命堆出來的。陛下當真一點舊情都不念了嗎？陸離天，你言下之意是說我大清皇室離了你就轉不起來了嗎？陛下，你殺了臣可以，臣懇求陛下放過臣的家人。陸離天，你腦袋是不是糊塗了？你犯下了罪行，牽連九族，罪不可赦。陛下是人後，可還不傻？放心，你在下面不會孤單，你的一家人馬上就會整整齊齊的下地獄陪你。陛下此舉真讓老臣心寒。心寒？武南王，你就算有再大的功勞，也終究只是個臣子。君要臣死，你不得不死。別說誅你9族，就算誅你10族，也是皇權象徵，理所應當。好，真好啊！死到临頭你還笑不出？既然如此，就當我陸家的忠心全都為了搞。我陸離天對天發誓，下輩子我陸家絕不再做大清皇室的臣子。你，馬上
馬上給他把他砍了！聽到了嗎？還不快醒醒！心中的大石終於可以落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陆離天，你的嘴再硬有什麼用？下去跟阎王爺說去吧。動手！我看谁？陆离天！这武南离京城何其之远，他竟能趕過來。陸平安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擅闖皇宮！哼，來得好，反正也是要清理門戶的。今日就连你们父子一同誅殺。杀！你覺得你有那個本事嗎？我是沒有，京城20萬禁軍，還有鎮守在此處的各大高手，他們敢闖進來，我讓你死無全屍！壞了，陸平安孤身闖入皇宮，還是太過衝動。怎麼辦？我要不要出手相助？平安，別管我，你快走！爹，放心，接下來交給我。今天我要帶我爹走，看你們誰敢攔！放肆！父皇，此子私闖皇宮，目無皇威，作亂犯上，請父皇將其就地格殺。殺了吧！拿下！都給我退下！嘿，哈哈哈哈哈！是陈统領，據說他早已達到大成金剛境，金剛不壞，刀槍不入，一雙拳腳能夠開山斷槍。陳統領出手，非死即殘。陸平安，這才是真正的武道高手，我現在跪地求饒還來得及。不好，這陳豹放眼京中也是1等1的高手，不是一般的金剛境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闖進來，我先廢你一臂！平安小心！武南王，你兒子不是過來救你，那今天我們就當着你的面打死你兒子。你，陳統領，別急着殺他，先廢他雙手雙腳，慢慢的折磨，我要讓他後悔來到這裡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闖進來，今日敢闖入皇宮，非死不可！哈哈哈哈！區一個大成金剛境，竟如此自信，口出狂言！我先廢你一臂！什麼？一招秒殺大成金剛境？這怎麼可能？平安，竟然有如此實力！我可是大成金剛境，竟然打不過你一招，到底是什麼境界？你說呢？難道是玄天境？這麼年輕的玄天境？下一個。看來已經不用我們出手。陛下，此子年紀輕輕，竟然達到了玄天境，驚世駭俗。若是不除，日後必成大患。一個傻柿子，居然藏拙到此等地步！湖南王日果然了不得。爹，我們走。好，陸離天，你們陸家這是要造反嗎？造反！我陸家世代忠良，精忠報國，可換來的卻是陛下趕盡殺絕。陛下不僅對臣，還要對臣的家人痛下殺手。便是再怎樣的愚忠之臣，也難免心寒啊！陸離天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今天臣就告訴陛下什麼意思！你我君臣情分，從此恩斷義絕。從今日起，我陸家聽調不聽勸，只效忠大錢，而不效忠你大錢皇室。你敢？陛下問我敢不敢？好，我今天再告訴陛下，首先
我是他們的爹，其次才是陛下的臣子。陛下要對我的家人動手，我陸離天第一個不答應。離天，以為你們陸家很有能耐嗎？你兒子不過略通幾分武學，隨便請幾個高人就能打死他。等本太子登基後，攜100萬大軍踏遍武南王府。你敢？有什麼不敢？你敢背叛父皇，我就敢殺你全家。登基？你以為我會給你這個機會嗎？父皇已傳位於我，我乃太子儲君，將來的真命天子。而你，區區一個異姓王的兒子，你能奈我何？又能拿我怎樣？別以為不敢殺你，你敢殺我？你能殺我嗎？有本事你來殺我呀！讓我告訴你，本太子最喜人妻，等你們死後，本太子一定不會虧待他們的。继儿，现在能殺你了嗎？陸平安，你若敢動我兒，朕定會讓你陸家滿門陪葬。陸平安，你放了吧，那可是太子啊！大膽逆賊，還不住手！陛下不是最喜歡看這種骨肉分離的場面嗎？今天就讓陛下你試試。你敢！继儿，太子殿下，他竟然真的把太子给殺了！太子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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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儿，继儿，皆是大前储君，應有国運庇護，這麼容易就死，看來不適合當這個儲君。陸平安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然敢殺我兒！你兒子缺乏管教，我只是給他一點教訓，讓他下輩子注意一點。好啊！看起來你們陸家這是真的要自尋死路啊！自尋死路的是你，陸平安。難不成你還想弑君？沒錯，今天就是弑君。護駕，護駕！陸平安今日若是真能殺我，我便不必再多費力氣。儿童亂臣賊子也敢對陛下出手，問過咱家了吧？哈哈哈！楊公公終於出手了，這可是萬象界的大高手，融合天地萬象意境，人間武學極致，千金裨益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陸平安，沒想到吧？陛下身邊有萬象境保護，就算你是天學境，在萬象界面前也形如螻蟻。今天你必死無疑。陛下不要擔心，接下來就交給老奴吧。陸離天，你兒子確實有幾分本事，可你以為就憑他一人就能把你救走嗎？朕身邊從來不缺的就是武道高手。沒錯，正如陛下所說，今日你們都難逃一死。誰想到，這陸平安再強，他也只是天選境，不可能敵過萬象境。是啊，快走！爹，該死的是他們！好大的口氣！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今日咱家就將你就地誅殺！陰陽太極圖，包羅萬象眾生，融合天地之力，至今這世上還無人能擋住楊公公這一致命殺招啊！平安小心！區區萬象界，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？死到臨頭還嘴硬，給咱家去死吧！奸氣龍臂！竟然連楊公公也不是他的對手，這怎麼可能？這怎麼可能？難道他已經踏入那個境界？萬象界很厲害嗎？
你別得意的太早，20萬精兵馬上就要到，烏龍閣無數的高手正在趕來，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插翅難逃。20萬精兵在他們沒來之前，死了狗命！陛下小心！陛下大膽！尔等逆賊，安敢在此造次？太好了，是護龍閣閣老！居然是他！哇，平安，他是護龍閣閣老，乃是半部陸地神仙，修為通天。陸地神仙不出，這世界沒人能打過他。竟然連這等人物都驚動了。有我在，陛下不必驚慌。請閣老出手，誅殺逆賊！分內之事。嘿嘿，這可是半部陸地神仙，不是萬象鏡所能比擬的。陸離天、陸平安，看來這邊閻王爺是鐵了心要收了你們。半部陸地神仙，好，你值得我用出真正的劍。混口小兒，你只不过在武道上有一點點成就，竟然如此張狂！好，今日便讓老夫好好教訓你。都來！血影狂刀！當年北涼叛亂，東方閣老就是用這把刀引進了10萬叛軍的血，一個人鎮壓了叛亂。陸離天，你們殺了朕最寵愛的太子，今天便先讓你們父子償命，接着便是你們陸家滿門陪葬。今日注定有命喪於此了。這下真完了，便是我出手，也救不了他們。逆賊，受死吧！太好了，平安的實力竟然和東方閣老不分伯仲。怎麼會？東方閣老也奈何不了他，他究竟是什麼境界？難道他真的達到了那個境界？你竟然和我一樣是半部陸地神仙，而且比我還有更勝一籌。什麼？他竟然也是半部陸地神仙，和東方閣老一樣？果然，18歲的陸地神仙，這陸平安簡直是妖孽。半部陸地神仙，值得驕傲嗎？我苦修100年才堪走到這一步，世上竟有如此年輕的半部陸地神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算你是半部陸地神仙，恐怕也只能止步於此了。20萬禁軍一到，再加上老夫，恐怕你是走不了了。我若想走，可有誰攔得住？攔住他！你大可上前一步，當你出手的時候，也會要了他的命。呵呵呵呵，你想護住你爹，恐怕沒那麼容易吧？看來今天殺不了皇帝，是時候該走了。你們還愣着幹什麼？給我上！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臣無能，臣怕離開陛下，陛下就會受到庶子的毒害。20萬禁軍，還有這麼多的武道高手，竟然連一個人也攔不住，朕還要你們做什麼？陛下，萬軍從中過，片葉沾身。好一個陸平安，他竟是半部陸地神仙，果然我壓住武南王府是對的。陛下，那武南王3世子年紀輕輕，竟如此修為，千古未見。臣也是想不到，他竟然隱藏得如此之深。一個18歲的半部陸地神仙，便是放眼全天下也沒有第二個。難道這件事真的是朕做錯了嗎？不，朕沒有錯，他只不過就是個半部陸地神仙。只要沒有達到真正的陸地神仙，那他就一樣會死。10萬殺不死，那就50萬。
50萬殺不死，那就100萬人！朕要從各地集結100萬大軍，替太子報仇！替太子報仇！陛下，不可呀！武南王的镇南军极难对付，若是贸然发动全面戰爭，必然會兩敗俱傷。到時候，周邊各國便會趁虛而入，陷我大權於危難啊！陛下息怒，想動武南王府，不一定要動用到軍隊。你說還有什麼法子？陛下，護龍閣主要為保護陛下所創建，主閣護主，還有一個暗閣負責暗殺清君側，以臣之見，啟用暗閣對武南王府上下給予雷霆打擊。好，此事就交由你去辦，替朕血洗武南王府。臣万死不辞。暗閣集結天底下最可怕的殺手，只效忠于皇室，卧虎藏龍，高手雲集，暗殺從未失手。這下武南王府怕是要迎來一場腥風血雨了。什麼？父皇竟然要動用暗閣來對付武南王府，這下不妙了，我得趕緊去通知陸平安。九公主，你賑濟災民已經填入巨額錢財，商會裡已經有很多人對你不滿。不滿？此事本不該九公主你管，是否要停止賑濟災民？父皇不管，我管。至於商會的這些人，別忘了，當初是誰帶他們脫貧致富，如今讓他們捐一些救命錢給這些百姓，便不願意了。你回去告訴他們，這商會本宮說了算，反對者便自己退出商會，今後莫要再與本宮合作。是。也是時候進行下一步的行動。爹，三弟，你們沒事吧？三弟，你真的把爹給帶回來了。你們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。我家平安出息了，我們武南王府出了個真正的麒麟子啊！三弟，上面寫的什麼？皇帝要動用暗閣，暗殺我們陸家滿門。什麼？暗閣乃護龍閣分閣，專機暗殺，自創建以來就從沒失過手。果然，皇帝要置我於死地，你卻從鬼門關把我救出來，這下徹底激怒了皇帝。接下來只會迎來皇室的雷霆報復。從來沒有人能夠逃脫暗閣的打擊呀！慌什麼？平安，你有辦法對付暗閣？區區暗閣不足為懼，接下來的日子我們照常進行，該吃吃，該喝喝，一切就當這些事情沒有發生過。哎呀，你們就聽平安的，平安讓我們這麼做，定然有他的道理。不知不覺間，平安已經一個人撐起了整個武南王府，或許我是時候該退位了。少爺，九公主求見。讓她進來。是。你還有心情在這裡喝茶？九公主找我何事？一般的事還不值得本宮來一趟。你知不知道，父皇已經真的生氣了，他要動用暗閣來對付你。你可知道這暗閣是怎樣的存在？他們是黑夜中的殺手，來無影去無蹤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上至王侯將相，只要被他們盯上，都必死。你在明，他們在暗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
也不可能时时刻刻護住武南王府的每一個人。一旦他們滲透進來，便是你武南王府的滅門之日。你說完了嗎？陸平安，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。那你想如何？你只有跟本宮合作，才有實力與暗閣抗衡。合作？不錯，你只有跟本宮合作，你武南王府才有一線生機。你不是一個人，本宮會幫你。哈哈哈哈！你與我喝茶談心可以，合作就不必了。難道你想憑一己之力去與暗閣抗衡？對付暗閣，還不需要本世子親自出手。你，陸平安，你們陸家是一個很好的盟友，若是失去你們，也將會是本宮莫大的損失。你如此自信，可是有什麼依仗？倚仗？這個夠嗎？這是羅網令牌，你的身上怎麼會有羅網令牌？哦，九公主知道這個。羅網的令牌，本宮當然認得。羅網是當今江湖中最神秘的組織，暗殺、情報無所不能。他們不被金錢收買，不受王權控制，在這世上沒有他們辦不成的事情。他們只聽從一個人，那便是羅網之主。可這羅網之主從來都沒有人見過他的真人。民間傳言他是陸地神仙，一人便可抗衡一國。難道你還有羅網這一層關係？皇帝既然用暗殺這種下作手段，那我就讓他知道誰才是暗殺界的王者。九公主不好了，暗阁的杀手已經滲透進此地。什麼？陸平安，暗閣的殺手已經來了。那又能如何？難道你就要在這裡坐着嗎？我說過，對付區區暗閣，何須本少爺親自出馬？九公主，請用茶。他到底是故作镇定，還是真有脾氣？好，本宮倒是要看看你如何對付這些暗閣殺手。別着急，讓茶香再飄一會。這就是你的方法？本宮可沒有察覺到有什麼事情發生。算算時間也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他到底要幹什麼？這裡什麼都沒有啊！这是所有入侵武南王府的暗阁杀手已被全歼。罗网玉衡，罗网天玄，拜见殿下。起来吧。什么？你就是罗网之主？爹，你们別藏了，出來吧。三弟，你把闖入府內的暗閣殺手全給殺了。玉衡，殿下，暗閣此次共出動殺手36名，都被我們處理乾淨，還有暗閣上下一個不留，全滅。你說什麼？你們竟然把暗閣給滅了？那傳聞是真的，羅網的實力比暗閣的實力還要強悍。三弟，真沒想到你還有此等身份，難怪你這麼不着急。出門在外，自然要有一些自保的手段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府裡，
罗王也會保護你們的安全。好，好啊！不愧是我陸離天的兒子。據我所知，除了太子楊無忌之外，二皇子楊楚應該是你父皇最疼的兒子。不錯，你什麼意思？你父皇對我們陸家發動這種雷霆打擊，我又豈能不還以顏色？你要對楊楚下手？陛下，暗格已經出手，他们絕不會失手。陛下只管靜候佳音，就算殺不了陸平安，暗格也能血洗武南王府，替陛下出了這一口惡氣，以祭奠太子在天之靈。哼，他再厲害，也只是一個異姓王的兒子，怎敢與朕鬥？陛下所言極是。陛下，血！我時間不多了，得盡快立主。楊安，去把二皇子叫來。陛下，這是……太子之位總不能一直空懸着，朕的位置總得有人來做。陛下，老奴這就去將二皇子請來。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，二皇子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二皇子遭到暗杀，被吊死在寝宮之中。你說什麼？你說什麼？我們將二皇子解救下來時，已經沒氣了。陛下，他一定是遭人暗殺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，陛下，暗殺失敗了，暗格派出的殺手全軍覆沒，暗格也慘遭血洗，無一生還，請陛下恕罪啊！什麼？我們前腳派出殺手去武南王府，暗格後腳就遭到了血洗，就連二皇子也慘遭毒害呀！皇上，這定跟陸平安絕對脫不了干係。陸平安，又是陸平安！陛下，滾！都給我滾！滾！滾！主人，得手了，二皇子已死。你们竟然真的把二皇子給殺了？這只是對你父皇的一點警告。他楊千美對我陸家動手一次，我便滅他大清皇室一條龍脈。我倒要看看他玩不玩得起。怎麼，怪我殺你皇兄嗎？我只是沒想到你能把手伸進皇室，你能手眼通天到如此地步。羅網從來不會讓我失望。他這些年不是一直在裝瘋賣傻？他到底是何時裝進來？好了，也該輪到本王發問了。九公主，你與我兒走得這麼近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之前你們陸家與皇室尚未鬧翻，本宮不好明說。現在也沒什麼可遮掩的。自古以來都是男子稱帝，可為何男子當得，這女子便當不得？本宮無意與先皇爭高低，本宮要開闢先河。你想拉攏我？你想奪嫡？什麼？爹，他想當皇帝？看來還是武南王更聰明。
我之前与你提過此事，不知三世子考慮的如何？你确實不只是說說。西北蝗災，北境旱災，你不惜花費重金賑濟災民，心懷天下，有勇謀，有魄力。若只是當個公主，確實可惜。這麼說，你是答應了？我同意沒有用。朝廷現在這麼多優秀的皇子，這皇位有幾是你能做得了？本宮之前的確有過幾位優秀的皇兄。我的三皇兄楊乾寧，他知書達理，才高八斗；我的四皇兄刚正不阿，任人唯賢；還有我的五皇兄、六皇兄，他們都是集品行與才情於一身。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登基，都會是利國利民的好皇帝。可是九龍國邸死傷無數，太子為了保護自己的储君之位，把他們都杀了。若是他們中還有人尚在人世，本宮絕對不會跟他們爭這個皇位。本宮本來不想爭，是那太子逼得本宮不得不爭。本宮絕不会让這大秦的江山落入一個昏君、暴君的手中。爹，这些您都聽到了，您的意見？這爹，你就答應了吧。九公主心懷天下，如果她要登基，總比那狗皇帝要強吧？爹，你曾經說過，女子也能封侯。你說能力應當順應民心，那麼即使是皇帝也當得。沒錯，爹，咱們這也不叫造反，我們就是想換個皇帝。這是我唯一能說服武南王的機會。武南王，你若是對本宮女子的身份有異議，本宮還可以再給你提供幾個人選。什麼人選？如今太子已死，二皇子又被暗殺，其他的幾位皇兄也被太子殘害。如今僅剩的皇儲中，有九皇子楊宇軒。九公主，你可別開玩笑了。這九皇子不學無術，夜夜笙歌，沉迷享樂。若是他當皇帝，整個大秦都會被他敗光。那11皇子？11皇子生性凶戾，喜怒無常，常以殺人為喜樂。若是他上位，必定是個禍國殃民的暴君。那便只剩下13皇子。13皇子蠢笨不堪，懦弱無能，就是個應聲蟲。武南王，你大可以找找看，放眼整個大秦皇室，還有誰可以做這個皇帝？爹，如果要是九公主登基，對天下百姓而言百利而無一害呀，總不能讓那幾個畜生當皇帝吧？是啊，爹，九公主稱帝，對我們陸家，對天下百姓，沒有半點壞處。九公主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可否容我考慮考慮？自然。不過，本宮要告訴你們一聲，我們的時間不多了。父皇遲早會察覺到我的心思，還請武南王早做決定。好，本宮便不多留了，告辭。平安，爹，這件事情您不用問我，我知道這個決定對於您來說不容易，您自己想清楚。
這些都是真的吗？陛下，九公主暗中与陆家逆贼沟通。此事属实，老奴还查到，当日要处斩武南王时，九公主意图劫法场，解救武南王。此外，九公主还越过陛下，私自赈济灾民。她替朕赈济灾民？那是朕的事啊，谁给她的权利？难道朕的位置她也要替朕来做嗎？杨欣啊杨欣，朕只是最近对你有所疏忽，你就给朕这么大个惊喜吗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杨安，说，朕要如何处置他？陛下，这显然是谋逆之罪，按律当斩。他人现在何處？陛下，九公主此时刚刚回来不久，正在宫中。马上带领御林军把他拿住，如遇反抗，生死勿论。是。这个逆女，朕真是老了，不是死了。九公主死到临头了，还如此的闲情逸致，给我搜，将其他逆党全部拿下。杨公公不必麻烦了，本宫已遣散了所有人，如今这宫中的逆党只有本宫一人而已。你为何不反抗啊？父皇要拿儿臣，儿臣如何反抗？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暴雨桃花一处開。怎麼，你就這麼想取而代之，坐到朕的皇位上嗎？父皇不願讓位給兒臣，兒臣便只能另尋他。哼！一個女人也想做皇帝，你不覺得這樣的想法未免太可笑了嗎？臣女不覺得可笑，臣女覺得，只要能夠治理好天下，只要能讓萬民安康，是男是女又有何妨？你是覺得朕治理不好天下，不能給萬民安康嗎？西北蝗災，父皇可曾管過？北地旱災，父皇可曾過問？北地赤地千里，餓殍遍野，天怒人怨。可即便如此，父皇都不願把國庫的糧食分給百姓。父，你便是這麼治理天下的嗎？放肆！放肆！朕如何治理天下，還輪不到你來管。朕給你的才是你的，朕不給你，你不能搶。身為朕的女兒，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嗎？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楊欣，捫心自問，朕如何虧待過你？你竟然如此對待朕！父皇，你從未虧待過兒臣，但你虧待的是這天下的黎民百姓。今天，兒臣就要用自己的力量，為這天下百姓討回公道。你，好啊！沒想到朕的女兒竟生了一身的反骨。楊安，在，把這個孽女押下去砍了。是。
罗网玉衡，罗网天玄，奉主人之命，保护九公主。逆女，你果然和陆家的逆党勾结在一起！带我离开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陛下，你小心啊！这两个都是万象境。大胆逆贼，竟敢在此造次！东方阁老，万象境，你们还不够资格吧？阁老，你没事吧？陆平安，东方牌，我够资格吗？东方牌，我够不够资格？3世子，他的修为又有长进。玉衡，你们现在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？逆贼！二皇子果然是被你所杀，杀就杀了，奈我何？你别想走！我若想走，就凭你不住！都来！哼！可恶！又让这庶子跑了！陛下，您没事吧？陛下，您的身体……朕命你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杀死陆平安！陛下，此子修为日益精进，若假以时日，便是我也不是他对手。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啊！半步陆地神仙不行，那就去请真正的陆地神仙。陛下，这个陆地神仙是隐世不出，不问世俗，醉心于长生不老之术。我们到哪兒去找這些大人物啊？用這個。這是羽化仙門的宗門令。原來傳說居然是真的。當年開國太祖與羽化仙門掌門有過交情，羽化仙門贈與太祖一面宗門令牌，持此令牌者如大潛於危難，可向羽化仙門求助。太好了，有此令牌，就可以請到陸地神仙斬殺逆賊。這本是朕壓箱底的手段，可是烏南王府已經觸犯了朕的逆鱗，這次朕定要陸家滿門覆滅。皇上英明。你明知皇帝會派人來拿你，為何不跑？我就知道你不會棄我於不顧。別誤會，我之所以救你，是因為我覺得沒有人比你更適合當這個皇帝。恐怕我是撐不到登基的那一天。放心，有本世子在，絕不可能讓你死。哎呀，这，爹，你看這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九公主怎么会傷得如此嚴重？她的計謀還是被皇帝給發現，若不是我及時出現，她現在已經死了。哎呀，這九公主這事被我們給牽連了呀！這九公主，本宮今日所作所為，都是為了黎民百姓，縱然今日身死，也絕不後悔。武南王，本宮只求你一件事，若本宮今日真的死了，一定要敢仰前下跪，扶持一位真正的明君。好，本王答應你。之前少義的結盟一事，若武南王不願意，也可以不作數。誰說不答應了？啊，應同意了。鎮南軍可以隨你出兵，條件是鎮南軍的出動不可以屠戮百姓，更不得以造反的名義。武南王，本宮有你這句話便夠了。平安，照顧好九公主。是。哎呀！啊！九公主好眼睛。九公主好眼睛。博取同情，乃世間所有女子的傍身之計。何況你父親猶豫不決，本宮也只是加把火。你的計謀達成了，父王已經同意與你結盟。現在這只是開始，父皇一日不死，大業便一日不成。是時候跟那個狗皇帝算總賬了。陸平安，本宮這些年賑濟災民，積攢了不少民心。若是出兵，本宮能調動至少10萬的農民起義軍，再加上你們30萬的鎮南軍，便有40萬。這些兵力攻入京城，綽綽有餘。好，切記，起兵之前必須要名正言順。這個簡單，本宮早就想好了。我們的聯軍就叫奉天軍。至於這起兵的名義，也會名動天下。朝廷奸佞當道，我們起兵進攻秦王，清君側，奉天，靖難。九公主聯合武南王組織40萬奉天軍，要進京秦王，奉天靖難啊！這個九公主好大的膽子啊！不過她的確比當今皇帝強多了。如果她當皇帝，我支持。這世間到底是怎麼了？一個女人竟然敢稱帝！女人怎麼了？這些年九公主做了那麼多善事，她若是稱帝，定是一位仁厚的明君。是。你說什麼？九公主要起兵造反？你說什麼？九公主要起兵造反？陛下，現在九公主手上有10萬農民起義軍，又背靠30萬鎮南軍，的確有造反的可能啊！而且她打着奉天靖難的旗號，竟然還順應了民心。哼！什麼進京秦王？狗屁的奉天靖難，分明就是要造反！朕猜對了，果然會有謀逆。這個逆女！早知如此，那日朕就應該一刀砍了他。陛下，接下來我們該如何是好？慌什麼？不過就是40萬大軍而已嘛。他陸平安以為他是半步陸地神仙，朕就奈他不何了嗎？朕早已向羽化仙門求助，只要有一位陸地神仙肯下山助陣，莫說是40萬大軍，就是100萬大軍也一樣是飛灰。他們不是要奉天靖難嗎？那朕就讓他們有來無回。陛下英明。
10萬農民起義軍已集結完畢，現在就看你們鎮南軍。成敗在此一舉，若是成了，我便是大前女帝，而你們陸家也會权傾朝野。早看这狗皇帝不爽了，现在我们就让他知道，少了我们陆家，大前到底还是不是他一个人的天下。不错，我们需要一个对我们陆家没有杀心的皇帝，更需要一个明君。爹，不如您跟我们一起去吧。镇南军陆战第一，有了您的率领，必定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我就不去了。我就不去了，老了，打不动仗了。爹，您平安，你是爹看着长大的，这18年你一直都在装疯卖傻。爹就在想，你如果是真的不傻，该有多好！这样，您就能世袭王帝，接替我的位置。甚至有一天，爹被逼到不得已的份上，想着将位置传給云舒，因為爹真的別無他法了。爹，這個位置只有3弟才能夠配得上。現在這不但不傻了，還有肩扛起整個武南府大旗的能耐。你是我陸家真正的頂梁柱。爹也到了頤養天年的年紀，是該實現我自己的願望。我兒陸平安何在？兒臣在。從今以後，你就是新任武南王，掌管30萬鎮南軍，鎮守大前南境。這是調兵虎符，有了這個兵符，你就可以隨意調動鎮南軍。你想奉天靖難也好，清君側也罷，都隨你的意去做。多謝爹。一眨眼就18年了，我家平安終於長大了。平安，答應娘，這場仗不管有沒有打贏，都要平安回來。虎贲軍統領陸鳳安，請武南王下令。琥珀軍統領陸雲舒，請武南王下令。18歲的異姓王，這還是大前建國以來頭一個。武南王，我們是不是該出發了？即刻出征。是。陛下，九公主率領的10萬農民起義軍，還有新任的武南王陸平安率領的30萬鎮南軍，正在趕赴京城。陸離天竟然就這麼傳位給他兒子？馬上派兵駐守要地，絕不能讓他們攻破防線。只要守住京城，等先人們趕來，不管是100萬大軍，也一樣是飛灰。到時候，便將這幫逆賊一網打盡。黔州是大前要地，只要拿下黔州，便能長驅直入，直取京城。我們距離黔州還有多遠？20里。傳令下去，只要抵達黔州，立即攻城。是。哦！不好了，陛下，黔州要破了！啊？什麼？黔州不是有重兵把守嗎？怎麼這麼快就堅持不住了？陛下，鎮南軍陸戰第一，陸地作戰從未吃過虧，
還尤其擅長攻城，再加上新任武南王這個半部陸地神仙，我軍潰敗在所難免。廢物，一群的廢物，連一座城池都保不住。要不是黔州失守，那奉天军就要骑到朕的脸上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朕想办法！这个怎么办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哎呀！陛下何不请我？陛下何不请我？哼！仙人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陛下无需客等，我等奉掌门之令而来。若非掌门有令，我等并不想介入這等俗世之事，只求速戰速決。仙人，現在逆賊的大軍就在黔州城，還請仙人出手，幫助朕誅殺逆賊，挽救大黔吶！不過是一個半部陸地神仙，掀不起什麼風浪。 40萬大軍對於你們凡人來講，確實聲勢浩大，麻煩不小啊。可惜啊，在真正的仙人手段面前，不過是一群螻蟻罷了，觸手可滅。沒想到羽化仙門如此給太祖面子。 竟然一下就出動了2位陸地神仙，這下便是朕要放過你們，你們也難逃一死。有2位仙人助陣，此戰必勝。來人備甲，朕要御駕親征。是。 城內所有禁軍隨朕出發，與朕共誅逆賊。前線傳來消息，我們只差1點，便能攻破京都。只要黔州一握，我們就能長驅直入，到時候就再也沒人能阻攔我們奉天軍了。哈哈，此戰必勝。沒想到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。不是容易，是我們的軍隊太強了。 是吧，武南王？別高興太早，仗還沒打完呢。報！不好了，有2位自稱仙人的老者從天而降，在我軍營中大開殺戒，我方損失慘重。什麼？難道大清皇室還有高手？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。 好可怕的氣息！這是陸地神仙，2名陸地神仙。陸地神仙，這麼多陸地神仙！你們是羽化仙門的人，你們這些山上仙人，不是不管我們的事情，怎麼有時間來管我們這些瑣事？我們是奉掌門之命，前來幫助大清皇帝誅殺你們這些逆賊。你就是叛賊之首，陸平安，在我等面前。 就不要負隅頑抗了，你自裁吧，省得我們動手。自裁？就憑你們？哼，就憑我們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覺得你說這話太招笑了嗎？陸地神仙之下皆是螻蟻，而你只不過是半部陸地神仙，在我們眼裡，你就是螻蟻，彈指可滅。 區區螻蟻還敢妄言？我還是低估了大清皇室的底蘊，竟能請動2位陸地神仙。陸平安只是半部陸地神仙，不可能是他們的對手。陸平安，認命吧，我們終究還是敗了，我們是鬥不過陸地神仙的。難道一切要功虧一簣了嗎？切，我們大不了就一起死，我們是絕對不會向你們屈服的。聒噪！ 阿義，
為什麼要認命？陸平安，你別開玩笑，你的修為也不過是半步陸地神仙，而他們是真正的陸地神仙，還是足足的2位，我們有何優勢可言？我看你是死到临头了，失心疯了吧？啊，居然还說自己有優勢，還跟他廢話幹什麼？他不自裁，我們就送他上路。陸平安，認命吧，這是必死之舉，解不了的。我們如何能與他們抗衡？很簡單，我也成為陸地神仙，就是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陆地神仙的气息！怎么可能？这是陆地神仙的气息！早虽已知世事艰，虽大人间，不失不逊，命如尘土，可独行，千国万机心中也，安静其一切，今朝现场立人数。既然临阵突破，达到陆地神仙之境。我自3歲開始修行，5歲破入一品宗師，6歲躋身金剛境，8歲達到天玄境，10歲萬象境，12歲便已踏入半步陸地神仙境。所謂臨陣突破，我自12歲起不斷壓制潛心修煉，皆最完美破境。今時不可刀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哼，就算是你的天賦再妖孽，你也只是一個人。同為陸地神仙，我們可是比你多一個人。是啊。怎麼可能？你怎麼可能一劍斬殺陸地神仙？也不過是陸地神仙之境。你難道沒有聽說過一句話？什麼？境無敵。這也太強了吧！原來如此，陸地神仙之間亦有差距。沒想到陸平安竟然妖孽到這種地步，今後我可得把他當老祖宗一樣供起來，萬不能得罪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杨安，可是有好消息要告訴朕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前奏破了！40萬奉天軍正朝京師而來。什麼？不可能啊！這怎麼可能啊？那2位仙人呢？2位陸地神仙都殺不死一個小小的陸平安，你是在跟朕開玩笑，對不對？老奴沒跟陛下開玩笑，2位仙人已經死了。哦，這怎麼會？這怎麼會呀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楊戬，本王現在可以告訴你，這個消息確實屬實。不錯。我當時就在場。父皇，我們又見面。誰讓你們進來的？啊！護衛呢？護衛何在？護衛何在？別喊了，你的軍隊已經全部投降。你這個逆女，你是要弑父嗎？陛下放心。九公主就算不忍心對你下手，我也會好好照顧你的。你們，父皇，你之前跟我說，你給我的才是我的，你不給我，我不能搶。可我若是不搶，又怎能教你如何治理天下？你，姚安，替朕殺了這個逆女！老奴拜見陛下！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！
你還挺识时務的，本宫就不杀你。什么？谢陛下不杀之恩？你们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陆凤安何在？臣在。陆凤安随朕出征，有从龙之功，封驃骑大将军。谢陛下。陆云舒何在？臣在。陆云舒随朕出征，亦有从龙之功，封镇国大将軍。謝陛下。奉天旨意，武南王陆平安功勞甚大，朕封你為大前國師，可見禮上殿，入朝不屈，暫拜不禮。謝陛下。陛下恐怕要权倾朝野。果然是天命天女，竟能够抱上路子。父皇，你放心的去，朕定会替你打理好大千江山，不会让百姓安稳，不会让万民受苦，让天下黎民百姓都能享受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千盛世。